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民哦。观众朋友啊，搁小忍耐一下，即阵咱讲全国3级警戒延到7月12哦，搁延2礼拜啦吼。虽然咱讲疫情有降温的这个趋势，但是甲这个专家因所评估的这个目标哦，有一段距离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过去2天拢是100例以下，今日这个案例哦，又搁破104例，24例这个死亡，然后咱嘛看到讲这个数字小可伫咧压悬。咱嘛看到讲，最近车流也好，人流也好，真正拢有在增加吼。最近嘛，因为这个大雨啦吼，大家车流真正较济啊。因为吼，大家嘛避免讲吼，坐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啦吼，啊车甲这个人吼，真正嘛是客啦吼，叉。另外，咱讲加油搁秀一下吼，大家好无啦吼。有影，咱嘛看到讲，即阵有镜头啊，无镜头，拢爱去做一寡这个体检吼，有的人就是烦恼，所以伫厝里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鼓励大家来去做使用啦吼，即阵有这个家用的这个快速体检吼，这个试剂来去上市啦吼。另外，咱嘛爱讲到，即阵上重要就是爱甲手好调。另外，咱嘛讲到台北遮吼。真正是重灾区的这个重灾区，虽然这个案例来去减少，但是就惊讲吼，这个亲像讲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这个火会去倒起来吼，即阵咱讲爱全力甲遮顾好势、顾好调。尤其咱看到今仔日这个透早4点的时阵，陈时中部长啊，甲农委会主要陈吉中，因是透早4点的时阵，就去果菜市场来去看吼嘛，只是讲这湘北市4大吼果菜批发市场，拢总爱全面来去做体检。除了快速体检以外，嘛建议直接来进行这个 PCR 这个采检。但是台北市伊就讲，哇，我家己有规划，我家己有办法啦吼。即阵咱嘛看到讲吼，这2天以来吼，差不多快速体检伫咧北农遮是905个吼，这个阳性。咱嘛讲自这个北农军自扩大以来吼，快速体检拢总嘛已经来到3200人吼。列出11个这个阳性吼，差不多比例是0.34%。另外，咱讲吼，这个北农其实伊这个案例吼，伫新北市也好，基隆市也好，拢是探来探去啦吼。所以新北市遮嘛有773个人吼，甲北农接触史有关系，有3个阳性，都爱好好来注意。另外，还有一个火，就是这个宽南市场遮吼有22个确诊，所以咱讲真正爱守护好势哦，就是咱的这个台北市。另外，还有啥物火咧？游民遮啦吼，这个台北市吼，伫咧车头遮，还有艋舺公园遮吼14个确诊吼。因讲即阵学着到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吼，因的这个例吼，安怎来去甲这个吼家友朋友遮吼，甲伊挡好调啦吼。另外，遮开始吼，这个家友嘛要来注意风险吼，避免讲这个火继续来烧。另外吼，这个基隆市、新北市，咱头都嘛讲到，即阵咱特别扩大着这个市场的这个专案吼。6月24就是明仔载开始，你要有这个阴性的这个证明吼，你才有法度入去市场吼。当然，这嘛引发着真济咱讲吼在这个货运，也是讲吼在这个咱讲这个菜色水果的人，因真正有淡薄仔这个困难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都要来感谢讲吼，日本、美国以外，即阵来感谢各位来自这个 Baltic 吼，这个咱讲这个 Lithuania 吼、立陶宛吼，这个送咱 AZ 的航社。差不多9月遮特别来送来到咱台湾吼，伊是欧洲国家第1例吼，因为过去咱嘛有送因10万地这个喙炎，嘛表示讲吼，除了美国、日本、台湾这个联名以外，即阵欧洲第1个国家吼嘛开始望来支持台湾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个声音。这个力头会愈来愈大吼，用这个立陶宛的话吼，感谢因叫做阿秋啦吼，所以真正咱嘛是阿秋吼，感谢因。这回咱讲吼，美国甲这个台湾吼，甲美国甲这个台湾、日本啦吼，真正是一个同盟的这个关系，咱就要继续来维持这款的吼对话啦吼。今日透过节目，咱做伙吼来讨论着讲，到底这个火吼安怎来去控制？另外7月12进前，咱个安怎做，才会当吼顺利就3级来去降级啦吼。透过今日做目，咱做伙来对话。先邀请这部电影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中研院后美术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再来吼，咱等下邀请到这个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来到个现场。另外，咱们透过连线来连线这个屏东的青龙尤定理，定理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记者会这个现场啦咱讲今日虽然又搁增加到104例啦这本土案例死亡人数24例嘛，比过去啦咱看到讲这个个位数的这个部分又搁来到双位数，甚至是20外例啦先做来听疾控中心安怎讲。那就我们那个确定的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104例，没有境外移入。那死亡的个案有24例。我们今天还是维持三级警戒我们维持到7月12号。整体的趋势虽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改善。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就这个因应北农的群聚感染的事件有没有再做过一次的检讨？那农委会这边也要求，在6月24号0时起如果没有阴性检验的证明就不得进入，就是还是要快速的全面的筛检，避免传播至家户及社区。我们大概就是要协助北北基桃批发市场从业人员逐步施打疫苗，以双北批发市场为优先的实施。有关地方政府因应其控制的需要如双北因游民的确诊在合理的疫苗数量范围那可以自行来调控，那得采专案的方式照册接种。是因为咱看到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遮啦因的这个菜市市场有几个场啦另外咱嘛讲到，即阵累积的人已经54个人确诊，其中19个人已经解除隔离其实咱讲伫咧5月中就发现有确诊的案例，但是当阵拢无进行真正有系统性大规模来去做一寡快速体检，所以这个会自5月中烧到即阵已经要6月底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即阵启动是市场专案建议伫啥？这个早伫咧咱讲6月初4也好，6月初5也好，就建议湘北市市场拢爱来做体检，但是新北市早就3礼拜进前做好势台北市就是拢唔叮当啦另外建议这个快速体检直接进行 PCR 这个核酸检测来提升效率等下咱请教这个专家。另外咱讲这个部分可能影响到全国。要进入到这个批发菜市市场的这个运价也好，菜市农也好啦等等还有这个捆工啦咱首先来请教丁理啦丁理，咱来讲到这个台北市啦这回真正是慢动作5月中就发现到真侪确诊的这个案例，但是拢无进行系统性大规模的快速体检。恁受到影响，虽然你伫咧屏东，但是恁遮安尼咧进货拢爱入到这个菜市批发的市场，你安怎看？因为讲咱即摆屏东这几工拢落大雨啦落大雨伫6月21差不多中昼时阵，阮接到县政府的公文讲，你爱上传讲你的货有去北农拍卖无啦这个问题，阮是想阮上传迄个阮的司机有去北农另外呢，昨暗讲咱的司机你如果你无去快筛，你就袂使24号、24号凌晨，你的货就袂使你去北农拍卖。这物件袂使去北农拍卖，车去了咱的货袂使拍卖迄货是农民的，啥人负责？这个问题足大嘛。足大虽然伊是这个6月2日甲恁通知，但是伫咧这进前，恁其实有一寡这个建议啦若是拄着确诊是毋是爱来全部来做停工，还是讲这个停市啦或者的这个人员也是讲这个司机人员会当来去做快速体检，但是恁过去的建议，因确实拢无听到吧？阮是建议讲会使休市1天还是2天，和阮的司机还是捆工，互大家喘气一下会使有时间去阮的北医还是快筛站来会使快筛快速体检因为讲毋是每个政府、县政府还是安那市政府，大家做法拢无共，都无统一一个这个问题，所以讲。有的快筛站到下晡3点就无快筛司机即摆拢伫这个时间拢伫收货，一路伫下晡到暗时
暗时啊就发车去台北拍市场，啊有的司机较暗到的，无得较凌晨12点到的，啊你就挡伫遐，安尼会安怎处理？嗯哼 ，OK。啊你病农为什么无爱用一个快筛站？吼，你一期啊还是二期啊，会使伫快筛站内底，伫病农内底设一个快筛站，司机到的时阵，哦，有个无照册还是有照册的物件，大家拢会使快筛，安尼毋是较好？嗯哼。所以咱看着讲，所以讲，你讲来。所以讲吼，阮是建议讲，是伫市场快筛是较好啦。嗯哼。哦，啊，因为是有的司机较多较远，啊，你去病院快筛，来回差不多2点钟。哦，啊，即摆南部搁落大雨。是。你这劳民伤财啊啦。嗯哼 ，OK， 咱先搁带观众朋友来看看吼，即阵这个宽南市场也好啦吼，啊市场做快速体检这部分到底是出现问题，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北农群组感染各增加9个人，总共确诊54人。台北市长郭文熙、副市长黄珊珊、甲北农董事长黄向群、总经理王振兴，二三透早巡视北农第一市场。受疫情影响，进场交易的经销商比平常时减少3成。北农也趁机会辅导经销商采取有约制交易，减少进场人数，搁严格规范批发拍卖，爱保持距离。你若无遵守着这规定，恁都管准也无好势，你咧买货你买袂着。这4、5点钟，拢袂使人，拢袂使去挖着阮的拍卖员。这安尼一排吼，已经徛3个人尔。附近的北农北台湾上大的家禽批发市场宽南市场有机关接到定情，表示有打算陆续确诊。调资料发现，为5月25到6月22，总共有72人确诊。市府表示，目前可能的接触者拢已陆续解除隔离。啊，不过机关烦恼真侪打翻，惊快筛阳性了后被隔离无法度做生理，所以快筛意愿真低，恐惊正做防疫抗胖。造册的1054位要进行快筛，可是实际上快筛的人数也只有790位，那还有264位可能就是隐藏性的一个确诊的一个黑数。赶快针对这264位的部分，立即进行强制性的快筛。市场规定规定要3天才可以来这边做，休息3天才来做。我来做之前再验一次，也是阴性。我总共验了2次。因为北农群组感染的确诊者当中，有不少来自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沙田国家棒球果菜市场大规模体检。2次体检3617人，全部拢是阴性。啊，不过新北市内40个体检站体检2000人，其中773人有北农接触史，也搁来调查北农群组是不是有关系。在这些接触史里面，我们筛出来有3个，2个是华南市场，1个是在北农工作的。除了这3个以外，我们还筛出了17个。除了扩大体检，为23开始，沙田埔甲棒球果菜市场开始做册做疫苗。侯友宜表示，先用库存来做，了后中央会随时来补充。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这个火吼，真正毋是干那烧伫台北市尔吼，全台湾拢会受到吼。这个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吼，这回这个确诊案例连续安尼逼出来。真正全台湾南北二路这个菜市水果商拢会受到影响吼。继续，佫先来请教丁理啦吼。丁理，咱头拄也讲到啦吼，这个体检这个问题，买手吼，这是这个虽然快速体检这个阴性部分，可能6月24无法度紧急来摕到，未来咱嘛讲到可能后摆吼，这个人员啦吼，会来去注意防下，但是先用这个湘北市吼，这个所有这个人员有登记的合法的，先来去注射啦吼。啊，关于注射这部分，你有啥物通好建议的无？我是讲吼，阮司机吼这是阮载菜，还是载水果去北部，啊，这是运输人员吼，这个问题吼，应该是讲，因是爱互因优先施打迄个疫苗啦。OK。是感觉是上好是安尼啦，因为逐工拢爱去北农，还是伫台北，逐工拢爱去车菜，还是车水果去市场。是。啊，逐工接触的人佫遐济，吼，到市场。搁爱写，搁落货，啊，搁落货，搁落区，搁货，啊，接触遐济人，所以吼，啊，搁
你回落了，你搁倒来中南部，啊，你嘛是爱接触咱的农民啊。OK。吼，啊，这接触的人足广，足大的。啊，这我是希望吼，每一个县政府还是中央吼，先和阮迄个运输人员吼，运输司机大哥吼，是真正是和因先拍疫苗啦。OK， 先注预防下啦吼，互咱讲第一线这个人员拢总得到保障吼。来感谢咱的经理吼，自这个屏东，互咱一寡吼这个台北市农产文销公司的这个建议吼，感谢经理。即阵咱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张图啦吼，这就是咱过去咧讲的疫苗注的这个顺序。即阵嘛，甲因列作是优先的。咱头拄也讲到，传统市场合法的这个打商，也是讲卖场的这个收银这个人员吼，尤其这回台北市逼出着农产文销公司，这回都要特别来注意吼。咱讲7月初开始第7类这个部分吼，台北市吼、湘北市，搁有基隆、桃园传统市场吼，遮的人啦吼，但是。是说是先优先的，啊，搁有其他的亲像咱讲顶里的，因伫屏东送这个往来要起来，搁有其他吼分林这个农业大官要送物件起来，敢讲因就免来做啦吼。其实咱即阵是保护着这个湘北市搁有基隆桃园，这个是一个生活可无毋对，但是其他的这个菜色人员，伊嘛是爱非常的注重吼。搁来请教哈，这个周律师啦吼，咱讲到台北农产文销公司即回逼出吼，遮尔大坑，虽然讲哦台北市府讲这个验出来3000多人。但是我阳性率0.34%，但是阳性的伫台北市看起来无济，但是拢摊开到新北市也好、基隆市也好，这有严重无？是这个问题吼，在阮看来吼是非常的严重啦吼。但是咱的市长吼看起来敢若老神在在吼。是啊。其实中央吼对伊来讲吼，我今仔日迄个部长吼，会去视察这个市场吼，代表讲中央对伊是无啥放心。吼，因为咱市长嘛是医生嘛，阮拢是医生嘛吼，阮若咧看患者的时阵吼，若是讲差不多的病例吼，阮已经是优先用这古早咱吼逐个认同的方式吼去处理患者。是。吼啊，若是讲这是一个怪的镜头吼，啊毋捌拄过吼，咱则是会去想方式，看有啥物新的方法无吼。啊，这个代志吼，这样发生的时候，因为咱知影讲吼，咱进前嘛是有一寡案例，比如讲迄个桃园病院啦吼，还有咱迄个苗栗的迄个电子公司啦吼，啊，咱迄个王必胜的迄个执行长吼，真有经验伫吼。我想要讲吼，可能咱的市长吼，有伊的撇步吼，咱嘛是甲做，咱嘛希望讲伊的撇步吼，会使用个真好吼，甲大家吼大家即个危机吼，甲解除起来吼。啊，但是我嘛是感觉讲吼，那中央吼，那有人来会使做伙协调吼，这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吼。莫讲家己，敢若讲拢无听人的话吼去做，我是感觉合作嘛会使。啊，若是像讲迄阵苗栗吼，县长感觉家己讲啊，我这边都较无经验吼，迄嘛毋是啥物见效的代志，因为咱都是共一个哦倒来嘛吼，啊，咱看讲啥有较有经验的来甲咱做一下处理嘛吼。因为即摆吼，咱看起来吼，因为咱看起来嘛是讲，咱吼一般吼，咱照咱讲即1年半来讲吼，咱的迄个要对即个疫情来控制吼，差不多就是有讲起来就是要疫调啦吼，爱隔离啦吼，爱筛检甲分流啦吼，爱即个市场吼，咱市场无休困。爱变咱去甲迄个消毒咧，啊人是讲你甲筛检起来，若讲阳性的时阵，也是讲有确诊，你会使甲隔离嘛，人是爱隔离，但是环境是爱消毒。是啊，再来就是讲，你若讲要运作的时阵吼，啊内底要安怎分流，吼啊讲啊，咱即个若讲吼，因你要搁运作落去，啊是毋是有啥物改变吼？其实吼，我是感觉讲吼，咱的市长吼，伊是咱感觉伊敢若讲真有把握伫的哈，咱嘛是希望是正经是安尼啦吼，啊希望是讲吼，过一段时间正经解决啦吼，伊甲迄个绝招吼摕出来，大家吼小欣赏者，后摆有迄落即款的代志吼，大家使采用，这是咱上介意的代志啦。啊，若是正经讲有挡袂掉啊吼，咱嘛莫讲顾民主啦吼，即民主毋是讲啥物重要的代志，咱人民安全。所以今仔日吼。甲宣布讲吼，三级的警戒吼，会延长到吼7月12号，我是感觉真正确啦。因为吼，虽然咱即几工吼，咱的迄个病例数吼已经拢有减少啊吼，但是即个代志吼是一个
有可能会搁拖开的吼。刚刚主持人头仔讲的讲吼，这毋是干那湘北尔，有可能会拖去中南部嘛，这全国的代志哦吼。这若无好啊处理吼，咱甲解封落去吼，哇，会搁迷茫，因为咱即摆才开始咧注意风险，啊，注意风险人嘛，我无讲介济，而且做了吼嘛是爱14天才有一寡保护力嘛吼。啊，即摆搁开始讲啊，这预防针吼，搁有啥物敢若副作用啊，一寡人搁无啥爱做吼，人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爱分路进行啦吼，这边爱解决啊，预防针嘛是爱望大家吼拢紧去做。OK， 望大家来紧来做吼。啊，这批这个预防针嘛是讲哦，瓜市长用这注射的这个方式，伊讲这有这暴力式的这个吼，咱讲吼处理疫情的这个方式啦吼。但是咱过去嘛咧讨论到底是预防性还是治疗性的这个预防针，其实咱讲吼这是预防啦吼，唔是治疗所来去吼做的这个吼，咱讲预防针啦。但是伊即阵讲6月25进前会当完成啥快速体检。快速代表，伊毋是你会创啥，你就会当注预防针啦。但是就是咱一直咧讨论，到底这支针是预防性的，还是讲治疗性的吼？其实咱已经真清楚啊。啊，即阵这个打伤嘛，真正吼，伫遐化真艰苦啦吼。伊才有分1期甲2期的这个打伤，伊讲吼市场的这个生理已经6、7、8成吼。另外，咱讲吼这个2期的这个打伤嘛，讲吼根本就无设立快速体检站吼。这个张瓜市长安尼讲，伊讲哦，这个宽南市场，宽南市场还是讲市场哦，离这个吼北皮寮这个吼体检站非常的这个近吼。但是人的这个数据就是，你伫遮建立一个快速体检站，我的这个打伤也好，还是讲南北二路的人来到这个吼市场，就会当做体检。伊讲哦，你就去迄个北皮寮遐，安尼就好啊啦吼。其实这嘛是有一个问题，距离嘛是一个问题吼，大家意愿就降低啊。即阵咱嘛看到讲吼。真正快速体检的这个意愿真低啦吼，恐惊乌数也真济。虽然伊即阵讲验这个3000外人，阳性率0.34%，过来先请教这个咱第3位来宾吼，应仁医师，你安怎看咧？我想体检是应该体检的嘛，咱即摆咧控制疫情，本来就是拢靠体检嘛。你体检目的就是要找出有一寡阳性的人，就是讲你有防感染的人，啊，这人要做啥物代志？甲隔起来、隔离起来啊。对不？咱普通是咱来体检阳性的人，咱甲送去倒去？送去迄个旅馆检疫旅馆嘛。是。啊无起码有当时若较严重的在病房啊。啊，搁较无严重的，你上无带处理嘛，一人一宿爱关起来啊。啊，你毋则袂传染互别人。所以这体检是基本的嘛。咱所有的，咱即摆若找到一个感染点，伊若含啥物若接触的人，咱嘛是咧甲体检啊。OK。体检目的就是要避免这个人可以传染给别人嘛，安尼毋则是咧防疫，啊无咱咧防疫假个。是。所以这咱的瓜市长是讲要用啥咧，要甲暴力，要甲解决起来，无遐简单啦。要甲压落去无遐简单哦。对啦，毋是啦，毋是讲你即摆要解决这个问题，毋是讲用注意用啥去解决的嘛？预防啥是要预防未来，莫搁互伊感染着。但是目前现处时你爱做的代志，你就是甲体检嘛。体检了找出阳性的人，甲关起来，莫阁要传染别人。啊，阴性的人，你爱阁追踪哦，爱阁追踪几摆啊？毋是讲一遍就解决咯。我一溜讲一遍阴性，伊就要甲注阳性，就要甲解决，毋是安尼哦。OK。因为你普通是有当时你会知影，咱做者体检的人拢第一遍阴性，第2遍阴性，第3遍阳性。都还袂发病嘛？对，还袂发病。是啊。伊伫遐搁伫遐吼，还搁伫遐。还袂压起来，还袂压开进前。你有当时爱个几啊天，咱普通讲2礼拜嘛。是。哦，啊你2礼拜，你欠嘛观察2礼拜才会当解决啊。毋是讲你一遍你快体无代志，就拢无代志，毋是安尼啊，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啊。是。所以目前现在上重要的问题就是体检。OK。体检了，真正就爱甲这那阳性的人就爱甲隔离起来，较袂可以传染别人。安尼代志毋则袂愈传愈大。有影。啊，若无你这讲即摆40几个，你无要插伊，伊即摆佫传互别人，毋是讲伫台北一咧传尔，即摆传去中南部去呢。有影。因为这个北农这个人是拢袂足济对中南部来起来嘛足济啊。是。啊，即摆甲病毒带倒去中南部，啊，即摆中南部毋则死啊。毋则佫传染着。啊，咱讲，咱想要佫要解决迄个3级的3级的解封的代志吼，迄就袂遐简单啊咧。万一若各县市拢佫传起来吼，是。我看咱毋是讲延到7月12日咧，我看毋是哦。可能规个休煞。佫一边佫延，这对大家人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咧。所以我想讲，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啦。
爱照步来啦，袂使讲甲人讲靠疫苗。我想挂一粒是医生无毋对啦，但是医生嘛有几啊种啦哦。OK。你挂一粒，毕竟伊是一个外科医生嘛，伊嘛毋是讲即个感染科的医生嘛，伊嘛是做公共卫生的医生嘛，所以有当时嘛爱信任一寡专家的意见啦。OK。毋是讲我市长，我逐项就拢捌嘛，毋是嘛？这啥物人拢有限嘛。你有你的专才。但是有一寡专门的学问，你嘛要靠别人嘛，啊无你市长你若需要遐济无聊。有影。所以我想应该合作啦，不管你安怎，你若讲你毋是专门你的所在，你爱去请教专家，啊无你嘛得和中央合作，啊无你卫生局嘛有一寡专家，毋过卫生局即摆互伊吼。补一个，我看讲要散去啊！卫生局即摆嘛无啥角色的感觉。所以咱望啦吼，台北市政府也好，台北市卫生局也好，紧恢复因的这个功能，吼，莫互这个咱讲这个火吼烧到其他的这个管区去。咱望这个解封这一日非常赶紧的，会当继续吼来看会到，吼，莫讲安尼吼一延再延，然后另外咱即阵要来讲吼，这个市场快速体检。佫有啥物这个问题？佫有这个疫情调查者吼，咱讲即阵是爱下管区来去做调查吼，先做来看。人有比前2天明显较少，设伫咧万代国小的快筛站，早起来遮的单生肖人较袂人过人。自拜四开始，才摕到这张快筛阴性证明，才当入去北农。有一个业者批评政策乱糟糟，前2天来遮快筛人拢有顺化做 PCR 检测，验过今日来就无。再来就是是不是有通做防下，拢无人甲因通知。我要来做一次，我以为今天有做 PCR， 结果他早上宣布说没有，所以我们也是很烦恼，我也不知道还要不要再搓，不然搓那个洞实在不是很舒服。对呀、搓鼻孔。万真多，较早13日就爱来较紧用，对无？你即摆来才要较紧来较紧用，安尼万一无啊？你到尾啊，唔是一直拖一拖愈多。现场伫咧执行业务的人员未接受采访，验过私底下讲，伫拜三快筛是无名额的限制，会一直抬到煞为止。互相关人员会当摕到阴性证明入去市场。验过伫现场有一寡餐厅爱来北农买菜，因为无伫咧名册内面无法度快筛，伫咧现场大骂。这是无辜在画来画去啊，对唔？迄什么政府啦？你感觉拢讲无清楚啦？什么政府啦？政府乱来啦！北农自5月12日就人确诊，1个月了，确诊的人数增加到54人。中央地方拢无伫咧第一时间积极介入，疫情是一直拖。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伫透早区北农视察。主委陈吉中伫咧 FB 讲，为了要加速体检的效率，建议直接做 PCR 检测。因若货车司机甲困工。因为伫咧市场的时间较短，相关的体检疫调也有自防下，是交由因巨大的所在县市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有讨论过吼，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这回这个案例吼，其实是看这个其他的这个县市吼。虽然咱看到这个伫咧台北市的这阳性率是低，但是其他县市，亲像讲基隆市验出来几来场吼，因这个仁爱市场吼，本早解封啊，又搁缩起来了吼。啊，另外这个新北市遮有20几个人嘛对了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吼就理事啦吼。咱讲这个疫情调查下县市的非常来去困难吼，尤其吼昨日咱嘛看到讲。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讲，哦，这个台北市啊非常这个注意吼，下县市的这个疫情调查吼，有当什么互这个台北市来去建议的无？是啦，这个吼，咱这这个行政区吼是一个较分一个尔嘛，啊，咱其实都是大做伙。但有讲我即摆一条线过去都是你的，啊，一条线对来我的，咱嘛是拢做伙嘛吼。所以这虽然是有迄个县市政府是无共款吼，但是有一款有互相影响的时阵吼，应该是爱吼做伙来协调。是。吼，啊，你若无回来协调，我做我的，你做我的，唔知影迄有个空碰吼，无去遐踢起来吼，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呢，吼。因为这吼，这一个人若出去吼，像咱古早啦吼，就是拢做了真好，就是每一个人吼，譬如讲咱迄阵伫咧桃园边的时阵，4000几个，吼，一个隔离。
吼，你看嘛是代志甲解决出来。啊，你真诶若一个拖出去的时阵吼，像讲即马中南部，我即马看迄中南部吼有真济，若是讲北龙出去，啊，因若个家庭即个时间已经遐尼久啊，是毋是？即个迄个潜伏期过去了，哎，佫有新的出来，吼，所以这吼爱佫观察真久啦，吼。但是上重要代志就讲吼，啊，进前吼无做的代志吼，即马紧甲补起来，吼，啊补起来，咱嘛免甲念讲啊，你进前安怎，人伊即马若咧做，咱来甲鼓励啦，吼，啊，莫讲吼讲也佫无爱做吼，这是来就爱甲小念一下安尼啦。所以市场这个部分吼，真正爱加强所有的这个防疫作为啦吼，真正爱快速体检。头拄啊，这个周理事嘛讲，避免吼即阵北龙的这案例拖到其他县市了后，佫入到吼家庭内，甚至是其他县市的社区内啦吼。咱讲吼阴性的爱有这个证明，你才好到入这个吼市场啦吼。另外体检的这个意愿啊增加，咱头拄有讲到吼，体检的这个部分。避免互伊真做是一个乌数吼。第4点是讲加强快速体检以外，嘛建议爱进行 PCR 啦 ，PCR 就是核酸检测较精准吼，莫讲吼这个快速体检为阴性吼，这个部分啊认为就讲啊可能就无问题啊，就佫拍走去啊，佫共款继续送货。所以咧，货车司机也好，随车这困工也好，因为这停留的这个时间较短啊。头拄咱嘛讲到，丁理者吼，伊讲爱做一寡这个疫情调查，甲注意方式吼，由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才提供吼这个名单，啊转伫咧吼这个大这个县市府吼来去做办理吼。另外台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园这批发人员吼，大家拢爱豆来注意方式吼。但是咱头拄嘛建议吼，这台北市政府讲。这个部分是爱做进前，毋是吼，这支针毋是用来治疗，是用预防的啦吼。所以伫遮这部分，咱拢要好好来考虑吼。另外一个好的这个部分吼，就是咱讲来讲，全球吼，伫咧疫情遮累这个时阵，台湾相对较稳定，但是其实佫有真济好朋友来甲咱斗相共吼。咱过去讨论过，日本124万吨 AZ 预防车，另外咱看来讲。美国送咱250万吨的这个 Moderna 吼，即阵佫有这个欧洲，这个咱讲 Baltic Sea 吼，咱讲吼这个波罗吼地海吼，这个咱讲吼立陶宛吼，这个国家嘛送咱2万吨的这个预防车，9月进前就来到台湾先做来看。伫美国甲日本了后，欧洲国家立陶宛日宣布会捐2万吨 AZ 疫苗予台湾，按算伫9月底进前送到位。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表示，因是想要送搁较济，不过目前敢若会当有偌济力，出偌济力。立陶宛外交部长兰博基伫咧推特抛出2个月国旗，伊讲会当帮助台湾人，是感觉真欢喜，而且强调讲，热爱自由的人应该爱互相照应。立陶宛是欧盟第一个率先挺身捐赠台湾疫苗的国家。对于立陶宛政府，他们以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湾真诚的友谊跟关心。外交部门表达由衷的感谢。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人面册表达感谢。其实去年台湾嘛有提供10万块喙罨予立陶宛，迄当阵因国会议员嘛有举咱国的国旗表达感谢。因为立陶宛的人口是差不多300万人，甲台湾并无邦交的关系，甚至无互相设办事处。即个宣布捐疫苗予台湾，双方的关系是有升温。因为背后的原因嘛，甲立陶宛反中国的情绪有关系，而且立陶宛嘛提出由中国主导，甲欧洲的17+1合作机制，一切都看现现啊。习大大空头支票开了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兑现的，坦白讲是在逐渐减少。现在整个全欧洲，当然除了一些国家，总体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不满意度是越来越高的。立陶宛嘛呼吁其他的国家提出17+1，明确表示讲希望甲台湾的关系有进展，嘛当伫咧建议今年会当伫咧台北设立经贸办事处。外交部是真欢喜看待这件代志，而且立陶宛进前嘛伫咧 WHA 发言挺台湾，友善台湾的行动是有加无减。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立陶宛吼，这个国家是咧这个欧洲这个国家啦吼，咱嘛讲到吼，伊是这个 Baltic Sea 吼，这个附近的一个国家，伊的人口差不多才290万吼，差不多是台北市的这个人口尔啦吼。因过去吼疫情期间吼，咱讲吼这个确诊这人数嘛真济，但是因即阵疫情已经较放缓，所以即阵会当会当吼，甲这个一寡这个预防车捐予咱吼。但是咱过去咧讨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因这个用意吼，其实嘛真深。除了咱是真正这个朋友，尤其咱讲吼，这个是热爱自由吼，其实是一大重点吼。民主国家、自由国家吼，即阵拢斗相活吼，为着吼避免讲咱国内有这个吼政治疫情也好，也是讲国际吼，这个咱讲吼用疫苗来做这个非常无好的这个外交，亲像中共安尼甲咱打压啦吼。继续咱请教郑教授来甲咱说明一下。咱知影这个差不多10日以前啊，吼。以这个布鲁塞尔是
这个比利时，伊有一个欧洲联盟的高峰会，甲美国，伊即内底有讲到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苗，啊，甲其他的一寡物质，还有一个供应链，啊，最重要就是讲吼，认为讲爱个重新来调查这个新冠肺炎是安怎起来，啊，落尾阁有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啊，对中国的看法，啊，有第一届有较无共款，就是讲系统性的一寡的条件，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立陶宛伊今年3月、4月左右，伊就停止过去，过去有17个中东欧的国家，加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有17个，加这个中国有这个高峰会啊，啊，最主要就是互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咱知影讲，以这个新冠肺炎内底，即中国阮宣传讲是健康啊，健康丝绸之路啊，所以阮有足个国家，阮来接受中国的疫苗，但是咱知影讲，这个立陶宛，伊要退离这个17+1的这个高峰会，这个是足大一个鼓动啊，所以咱有看见虽然讲去年咱阮有送因10万的催案，不过我是安尼看来讲，这个欧洲联盟，伊第一届对中国有一个较无共款的看法，所以伊会以这个高峰会落尾。即联合的声明内底，有即个甲过去无共款的讲法。以即个进行下骹，我相信即立陶宛，伊是第一个欧洲联盟的国家，但是我无希望是最后一个啊。你希望国继续有即个欧洲国家吼，虽然是小国家，其他咱嘛看着讲，其实咱讲吼，即个大国吼，可能嘛伫即个表证即届即个会议内底吼，伊会当做着一个带头的即个作用，其他大国嘛对你学的意思安尼。是啊，即个欧洲联盟拢总有27个国家，甲对中国的看法无共款的，还是讲有法度去寻求即个中国的压力的国家，其实也阁有。当然讲即个疫苗并毋是讲当是政治的目的啊。最重要就是讲，虽然讲是2万剂的疫苗，但是我感觉即个对咱来讲，足大意义。即个意义。咱以这美国、日本以后，也阁有一个欧洲来关注咱的疫苗，即个是一个当做有希望的第一步。OK， 这是欧洲吼，这个真大这个一个进展吼。过去咱看讲欧洲是毋是拢安尼亲中啦吼？但是咱看到吼，自这个例开始，伊嘛是真爱这个自由。头拄咱讲吼，这个是阿秋啦吼，真正是爱感谢咱讲的这个立陶宛这个国家啦吼。虽然伊的人口咱头拄讲过200多万人尔吼，甲台北市差不多，但是伊会当用到这个例，要安怎？要鼓励其他的这个欧洲啦吼，咱讲吼，其他的联盟的这个国家嘛，做出共款这个行动。咱继续搁请教这个郑宇教授啦吼，咱搁讲到这个日本啊，是美国也好啦吼，过去因这个动作啦吼，有人讲吼，咱台湾真正是客家呢，扣人这个疫苗，但是这个讲法真正是唔通啦吼，因为咱过去吼，咱过去关喙炎互人，咱用咱上大的，因国家敢真正买袂起喙炎，毋是嘛？但是因当时就是欠，共款的这个意思，咱即阵是欠疫苗，咱敢真正是买无？咱是买无，但是毋是无钱通好买，吼。但是这个点咱来徛清楚，继续搁请教这个郑教授啦吼。除了立陶宛这个部分，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各会当看到啥物咧？这个美国甲日本，咱知影就是讲，伊是这个7大工业国，重大一个国家，2个国家，美国本地伊的疫苗的政策就是讲，一定爱美国的内底，已经确定有够了后，伊较要关注其他人，伊是上落尾，你按讲甲这个中国、甲这个俄罗斯、甲这个印度，还是欧洲联盟来比起来，美国是上慢，但是美国会变做全世界第一。以这个疫苗的数量内底，来关注其他国家内底。这个美国这个3位这参议员来到这中山机场，
来承诺75万支，落尾咱会当搁补起来，搁加175万，当中250万。是。咱另外搁向美国来莫德纳，那搁买500万支的这个疫苗。所以对于美国甲日本来讲，就是讲台湾甲美国、台湾甲日本，这个是足重要一个国家联盟。因拢知影台湾是有伊的困境。是。台湾唔像其他国家共款啦，唔是讲即个新加坡啊、以色列啊、澳洲是。你有法度有钱，你会当买着。咱知影就是讲有足济即个困扰，有足济会阻碍。是。所以因着透过这种对台湾的帮助，互其他国家来知影，美国甲日本。伊即个有需要的一站，阮也有法度来寻求因的帮助。有影啦吼，所以咱真正感谢着吼，自这日本开始124万吨，美国250万吨，另外这个 AZ 啦吼，咱看到讲 Lithuania 这个小国家吼嘛，互咱2万吨吼。虽然也买2万，但是咱真正非常这个感谢啦吼。咱嘛来讨论吼，这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因这个疫情吼，其实逐工的这个确诊人数也是比咱台湾较济啦吼，但是因会当。提供到咱遮的这个预防车吼，真正嘛是真正爱甲因说多谢啦吼。另外，咱来看到讲这个部分，大家真关注的这个议题啦吼。现在咱一直无法度完全吼，这个自这个3级降入来2级。大家人讲我今仔日等的这个记者会吼，想讲是毋是6月28真正要来解封啊？但是无吼，因为咱爱好好来看到讲这个指挥中心过去的这张图啦吼。其实吼，这是因这个1月的这个时阵吼，搁一届定下的一张图啦吼。咱讲迄当阵。社区若是有这南山的这个个案的这个时阵，若是讲吼有一只吼感染源无明确这个本土案例，也是讲3天吼3件以上啦吼，一礼拜3件以上的这个社区群聚吼，咱讲吼一天确诊10名以上的这个感染源无明确这个部分。另外是这本土案例快速增加啦吼，其实咱迄当阵咧讲的时阵是差不多这个顶级，但是咱一直无甲升级起嚟啦吼，所以咱讲即阵要安怎讲，咱就是3级安尼啦吼。即阵差不多是紧绷啊啦吼，咱继续先到这个应援医术啦吼。来，咱看讲即回解级的这个部分咧。我想本来咱即摆嘛是拢符合伫这3级的迄个警戒的迄个政策内面啊。因为你看嘛，咧3级的警戒的条件是安怎？一礼拜内面有3件以上的社区的群聚事件，咱也有位啊，你看北龙，什么一寡什么。环南市场是搁一寡搁啥物？迄个北街事件，你看干台北市就三个所在啊，干台北市啊，台北市咧，是。迄个较早一个病院嘛是安尼，几个病院嘛拢有群聚的事件伫个啊。所以变做6月28无爱落解封，就是甲这有关系嘛。你若讲对规个台湾来算，本来就3件以上啊嘛。所以咱即马。若讲照这定义来讲，本来就是要搁维持啦，要搁3级啦。7月12是毋是安尼就会当解封？我看嘛是真拼的咧，我看真拼的，因为你看你这世界嘛拢各连这遐拼，所以无啥可能讲你讲连伊就讲都降对2级的。当然咱大概是咧惊讲吼经济愈来愈歹吼，所以足侪县市的市长嘛有一个迄落啦，啊解封，佮惊讲这经济毋知影响到咧大家生活无吼。是。当然咱中央嘛是爱考虑即件代志吼，咱咧防疫嘛爱考虑着经济。这2项物件安怎平衡？看会当讲一边防疫，一边嘛爱考虑经济的，无足侪人无饭通食，无生意通做，要安怎？OK。无病死嘛枵死咧。OK， 所以咱看到讲这个3级降2级啦，咱讲这个有一寡这个聚会吼，咱讲已经嘛足习惯啦吼，这6礼拜以来啦吼，咱看到讲一个室内吼5人以上，还是讲室外10个人以上这个聚会，若讲吼一个手吼恢复到你开始会当办一寡吼这个婚礼啦吼，做这个咱讲吼办桌等等的共款，伊阁是群聚感染伫的吼，咱讲一波。好不容易，真无简单，安尼当落来，咱讲吼，这个疫情咧清关嘛是非常真紧啦吼，咱继续请教周律师啦吼。针对这个部分吼，解封吼，大家是真期待，经济者吼嘛是爱小顾一下吼，有的人真正是已经咱讲袂动去啊，咱讲即阵吼，咱这个市仔内底啦吼，
有几间店内底吼，可能10间内可能2、3间拢已经收单啦吼，你安怎看咧？其实吼，咱这是两难啦。那这个政府吼，应该是这个纾困的这个力度吼，爱较大的。OK。因为你即马若免讲啦，甲解封了吼，啊若各关起来，损失搁较大。咱若为着讲即马吼啊真免讲，啊结果咧后摆搁爱封路久3级还是4，甚至甲4级去。啊其实咧吼损失咧搁较大。是。所以咱爱真细腻啦吼，但是咱。讲的嘛无毋对啦吼，一寡人啊伊都要生活都已经有问题啊嘛吼，啊要安怎甲因处理吼？我感觉吼一寡迄个纾困的迄个力度吼爱较大一些安尼吼，因为这个咱的迄个人民吼，就是来配合咱政府的防疫政策吼，互咱的规个迄个看的这个防疫会使成功无？其实拢是一种牺牲嘛，吼伊也毋是讲平淡无去做工课啊，吼伊讲伊就是讲工课即摆袂做的吼，啊就是因为政府规定啊，让伊真配合呢吼，啊真配合，所以咱吼一定喺这纾困吼，我是感觉这个方面吼爱加强力度，啊你人民吼才有法度这个甲支援啦，啊无你若讲安尼的时阵吼，其实像咱迄个看。后面的一寡国家嘛是共款啊，一直挡袂掉啊，吼啊头早像讲有其实嘛有个人偷偷咧营业啦，吼啊伊讲伊也无法度去申请即款纾困，伊就无钱啊，伊讲我无做，我就无饭通食嘛，吼啊一寡吼诶较一社会内底吼，啊佫一寡较照顾无着的吼，政府是应该吼看有法度吼，大家拢照顾着啊。OK， 这个咱讲纾困的这6头啦吼，另外咱嘛讲吼这个咱讲解封的日子，可能嘛甲咱的这个疫苗吼注射率吼，其实有共款的这个比率上的这个相关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应援医师啦。咱即阵安尼485万栋吼，若是讲咱吼用迄个咱家己的方式，一罐下会当搁加注2个人，啊其实安尼超过500万吼，啊但是嘛是20几趴尔啦吼，所以伫咧这个部分安怎紧对入来咧？其实咱虽然讲爱群体的迄个免疫爱60-70%。但是咱注偌济就有偌济效果啦吼，这嘛毋是讲注60-70%就有啊，无甲注遐济就拢完全无的啦吼。OK， 咱一方面注意用下，咱嘛一个防疫啊，咱喙掩挂咧，手咧洗，避免家己咧自执，安尼嘛是一种防疫。有一寡人伊用下就免迄个有一个免疫有抵抗力形成，啊，佮加上咱大家安尼真细致安尼挂喙掩，安尼咧洗手，安尼来讲。2项加起来，其实有当时啊，买当真济含这个注60-70%的医用下的人，同款的效果伫的啦。OK， 所以真正啦吼，这个终其尾，咱是爱靠这个积极下，但是咱过去咧说的，咱讲公共卫生啦吼 ，NPI 啦吼，即阵咱讲封城，安尼算起来吼，差不多嘛2个月啊吼，甲后个月7月12安尼算起来吼，但是咱讲即阵。这个指挥中心嘛做真大这个修正，咱讲吼，这个过去吼，这个防范着这个印度的这个变种病毒株啦吼，咱讲即阵若是要解除隔离的前1天，你就要做一寡这个 PCR 吼，这个筛检。另外咱嘛讲吼，因为这个本土疫情真累的时阵，大家都讲哇，这个快速筛检这需求爱增加啦吼，所以即阵你伫这个吼超级市场也好啦吼，是讲超商你会当去买到即支咱讲的快速筛检。但是快速筛检嘛毋是万灵丹吼，你若是这个验出着阴性也好啊，伊可能嘛是有阴性啊，阳性吼，你嘛是爱真紧张啊，毋是紧张啦吼，你就是爱真认真来去做另外这个处理啦吼。咱即阵吼，这是卫福部所公布的吼，你会当做抗原的快速筛检，嘛有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部分较贵啊，咱嘛讲着吼，这个有无共款的这个厂牌吼，拢是用着片空。当落来去做检查吼，其实咱的这个周律师嘛经历着吼真济这个吼案例吼，要来甲咱分享啦吼。咱先请教安怎家己伫厝做吼，啊处理做了，若是阴性还是阳性，安怎处理咧？对，这个吼，这个自我的采检吼，这咱开放是袂歹啦吼，但是伊这个采检的方式吼，甲咱即摆医疗人员甲咱采检吼是无共款的吼。我即摆一个图形吼，大家看一下吼，咱这个鼻孔吼。那为这鼻孔头前，甲这后壁，吼，这是鼻仔甲迄个脑后的接口。咱普通吼，为这入去差不多爱10公分，吼爱10公分。啊，一般吼，咱伫迄个采检站咧采检，咱都是为10公分落去，啊，甲拉的，啊，内底迄个一寡物件甲用出来，啊，再来做采检，这是上准的所在，是，上准的所在。啊，但是若讲毋是为遮的时阵，头前遮嘛是会找到，但是迄个阳性率就无遐尼悬，吼，无遐尼悬吼。所以咱即马吼，若伫咧厝的人叫咱
家己吼动10公分入去吼，我想大家吼会惊，会惊。所以伊即摆设计吼，差不多是入去2公分尔。所以伊即摆入去2公分吼，伊就用一个补充性，伊就是2边拢爱做。入去吼，搁拉较久的，吼，讲一边15秒，另外一边搁15秒，吼，来做。但是即个吼，一定是无遐尼准的啦，吼。你想讲，咱若一般的快速采检，咱的迄个医疗人员做的，你若阳性的，你嘛是爱去做 PCR， 所以 PCR 是上准的。再来就是医疗人员的迄个快速采检，即个家用的吼，我想吼有啦，会掠到一寡啦吼，但是吼毋是讲遐尼准啦吼，但是这嘛是有一寡问题啦吼。啊，什么款的人爱做这个吼？这头一种就是讲吼，咱即马吼，咱是有居家隔离吼，还是检疫的吼，居家检疫甲隔离的人啦吼。啊，我伫遐我14天嘛伫咧厝的嘛吼，啊我伫咧内底也要当出去吼，可能吼几工仔做一摆。啊，若有啥物问题的时阵吼，咱会使通知即个吼，迄个1922吼，看我们要安尼去处理啦吼。啊，有的人就是讲吼，我毋是即个迄个隔离的人吼，我捌甲隔离的人食过饭，吼，但是我毋免隔离，我是自我健康管理嘛吼，我可能嘛会使做看觅，也是讲吼，即摆讲北农呢，我讲有几啊边啊散步过呢，我毋知会钓着袂吼。抄遮的人来做吼，是较适合啦。啊，你若讲无代志去做吼，咱知影讲吼，迄阵。艋舺开始咧有迄个疫情的时阵吼，迄个 PCR 阳性甲咱的采检的阳性吼是差不多，因为迄个吼就是讲按例数较悬的吼，其实有阳性的是真少。啊，比如讲迄阵伫咧宜兰咧做10个吼阳性的去做 PCR 3个是阳性的尔，吼啊，所以讲吼迄有阳性是真悬啦吼。啊，但是你因为吼，咱即个。吼，即个指挥中心有出一个指引伫的吼，就讲吼啊好，那你若做出来是阳性的人吼，啊比如讲隔离的人，伊就是爱通知咱的迄个单位吼，看要安尼甲咱载去吼。啊，若是讲毋是隔离的人吼，咱就爱甲包的吼，啊，迄个物件爱放好势吼，啊，咱就爱挂喙啊，莫坐即个大众的运输工具去吼，去迄个病院内底。但是去毋是讲个，就是讲算你就是较正安尼，去嘛是爱个重新做一摆。快速采检是啊，快速采检若个阳性的时阵，再个做 PCR，所以伊这吼是讲吼，互你做看卖是讲看有掠到迄个吼老盲气的迄款鱼啊啦吼，所以吼这个代志吼，咱会使做吼，但是吼爱细腻，为什么？有人会惊吓。像我一个朋友吼，伊是鼻喉科医生来，伊家己开一个诊所伫咧吼。人讲是医疗人员呢，因咧做嘛是入去10公分吼。伊咧伫咧迄个2礼拜前吼，伊就想讲，要不然有一寡迄个物件咱来做看卖。结果伊吼规个诊所内底做吼，伊有9个员工吼5个人中奖。阳性哦吼，就是迄个超过50%哦。对，啊，伊等于讲，要不厝的人嘛做看卖，结果8个厝的人吼，员工到个因厝的人吼，有4个人。吼，就是53%的人是阳性的，啊，结果吼，拢去做迄个 PCR，啊，拢阴性的，或者是伪阳性嘛，吼，所以讲，这个伪阳性吼，当然吼，咱较细腻的吼，啊，做出来无咱就放心嘛。其实即马咱的迄个 PCR 迄个量能吼，已经有够，会使安尼做。当初是伊要开放这吼，PCR 落咧无用到要死啊，才会人过来乱，当然嘛袂使嘛，吼。啊，即马是讲咱量能已经有够啊，啊，迄个病人无遐侪啊，所以即阵开放我是真赞成的吼。不过有一个问题啦，吼，伊是讲吼，嘛是有一寡伪阴性，因为你伫咧头前拉的吼，一定无遐尼准嘛。有时啊，你吼内底有啊，外口袂着。啊，你讲我安心啊呢吼。伊个指挥中心个安怎呢？你这包的吼，甲包好吼，啊，甲放喺粪扫桶，你要使安尼。啊，内底若是伪阳性，伊若内底有病毒要安怎？啊，你若迄个粪扫无处理好势时阵，啊，是毋是流去社区？像阮伫咧病院内底啊，是讲伫咧诊所内底，我甲病人吼，比如讲啊，甲注射啦，吼，还是甲做即个采检啦，这样，我是吼有一个特别吼医疗的粪扫，迄个另外去做处理呢。吼，所以我一直甲迄个指挥中心建议讲吼，你这吼，咱即马吼，即个属于医疗器材嘛，伊也袂使伫咧网络咧卖啊，一定爱伫咧医疗器材的贩卖者，就是讲像大家讲迄个咱的迄个药妆店啦，吼，是超商啦，吼，也是讲药局吼，会使卖。这个人吼，伊有利润啊，伊应该来回收这个吼，做完的，不管是迄阴性的，拢爱摕来遮放嘛。啊，伊爱另外吼做这个医疗的粪扫去甲处理掉，安尼才是上安全的。啊，奇怪啊，讲拢讲袂听。啊，即摆若讲因为安尼吼有一个破口出来吼，咱本来吼无做这行即个做本地无代志，对，啊做这个代志做错了啊，怎吼迄粪扫拢是啊，咱我安尼来讲啊，我若讲吼我伫咧迄个诊所内底，啊，然后甲你抹，这也无啥物，我会使贴在坑嘛，迄都袂使哦，迄若掠着拢罚真重的。医疗废弃物啦吼。啊，即款的吼，即款的遐严重的代志吼，啊做安尼吼，实在是安尼，互人想袂透啦。就是咱讲吼，这个惊伊有伪阴性，伫厝里家己做吼，你去通鼻孔的这个时阵，虽然这个倒病、正病拢总15秒，啊，伊这个试剂内底放入去，
哦，你讲危险性哦，好你加载，但是危险性可能真济，所以敢若讲吼，若是验出着阴性，真正系包好势啦吼。啊，其实一个重点就是你伫倒位卖，你遮个人都要负责收啦吼。若是讲真正无收好势，传入去这个社区内底吼，另外是一个咱讲一个大破口啦吼。毋茫讲虽然咱有人咧查讲这个快速体检这个部分其实是真好，但是咱看到国外这个案例是因真正迄个量能无法度啊。吼，迄个时阵伫出嚟家己做快速体检，但是即阵台湾的这个医疗已经较松透啊。咱讲吼，即阵的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虽然吼已经嘛降低啊，咱嘛讲到这个解除隔离的人已经嘛超过70%吼，所以规个吼有若是有需求的人，真正嘛是去找这个专业的这个医师来去帮你做这个快速体检，嘛是讲去一个快速体检的这个站。另外你若是佫无放心，就讲哦要佫验一个这个 PCR 吼，这个部分这个医师拢会当好好甲你做一寡这个建议啦吼。所以自即回开始，咱嘛看到讲伫咧台北龙山运销公司遮，因一开始干来做快速体检，即阵中央嘛建议讲，你嘛来去做一寡 PCR 啊，但是尾啊，咱讲真正无代志了后，才针对着这所有的这个风险人员来去做这个预防针啦吼，互因一寡这个风险的这个部分会当好好来降低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即回自台北龙山运销公司这个案例。毋望这个火吼，莫阁烧炭甲其他的这个县市，互咱台湾吼，真正离解封这个日子7月12日，真正吼，咱阁莫一直延落去啊吼，这嘛会当活落着咱的这个经济啦吼，莫安尼吼，咱讲吼已经真正挡袂落去的人也真济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甲咱做伙来讨论吼，即题啦吼，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看咱再会，感谢，多谢。